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搞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如果想要到客庄去绕贡营，就是看风景，但是又不想自己开车，现在也很方便，只要坐火车到火车站，然后呢可以搭巴士到客庄去。生活乐事带大家呢去绕贡营喽，比出大大的赞！台湾公巴跟立夯沙合作，宣告浪漫台3线的特色行程正式启动。未来将透过32条路线，带大家到桃竹苗还有台中4个县市游览客家庄。来，欢迎各位今天搭乘台湾观巴啊！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浪漫台3线。今天我们也带大家去台3线浪漫一游。第一站新竹北埔，让大家哈岔逛一逛，走一走。吃哈嘎点心，还能够喝喝绿茶，品尝与众不同的客家味，像是邓南光影像纪念馆，搭着台湾公巴就能够到此一游。复古照片，复古的陈设，很多游客走进来就舍不得离开。如果驶岔来这里，可能会担心没有办法停车。不过有台湾公巴，大家就可以上车好好休息，下车好好立夯。柳大哥呢，常常带游客去看风景。今天的客家单字就要教大家看风景怎么说。看风景的客家话就叫做绕贡营。绕贡营，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，不妨搭巴士去绕贡营哦。4个人就可以成行，利用台湾公巴凑巴士以绕贡营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敏华，我们一起认识这个观光巴士。你会发现它深度到台湾的各个角落，透过观光巴士，我们可以做台湾的深度小旅行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看风景，绕贡营，绕贡营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旅行社，立夯沙，立夯沙。第3个比较难一点点呢，来学到一整句话。来看这句话就是搭巴士去看风景，凑巴士去绕贡营，凑巴士去绕贡营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这句话稍微比较难一点点，记得把那个音准抓对来，多多练习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